今天要开始今天的共读，请淑清长老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借着陈牧师带领我们，能够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来领受体会历代志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今天要来读大卫的家谱，以及犹大其他子孙的家谱，特别邪恶的事迹，或是上帝特别的祝福，也都记载在上面。我的主啊，愿我们的名字也蒙你的悦纳，蒙你看为宝贵。愿我们的后代以及属灵的后代，名字也都能够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如此恳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那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昨天有提到读历代志会遇到的困难。好，但是重点就是能够抓住、掌握结构分段，能够抓住历代志所要介绍的。上卷是介绍大卫，下卷是介绍6位好王，好，总共7位人物。好，我们大概就把历代志上下的重点都抓住。那还有就是说，关于透过这些人物，我们可以了解旧约圣经，好，它如何传承到新约，它的年代历史背景。所以有没有用希伯来书来互相提醒，就是我们也不要走回头路，要继续往前走。那昨天读完历代志的第1章到第2章，好，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就是那这个长子真的那么重要吗？好，那如果不是长子，真的上帝就不要他吗？那长子名分有这么重要吗？好，那我们要先知道几件事情，就是长子的名分代表的是一个父亲的属灵传承，好，那就是由生命传递给生命，而长子名分也代表孩子对这个信心的回应。好，他继承的不是继承爸爸的这个长子名分，而是继承爸爸对上帝的信心哦。好，所以这个名分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那我们看到呢，第11代的闪，12代的亚法撒亚，15代的法勒，20代的亚伯兰，21代的以撒，22代的雅各，23代的约瑟跟犹大，好，这两个是同一代。这几位呢都不是长子哦。好，所以不是长子就是绝对好，他可能有优势，但也不是绝对的优势，而是在于信心。特别就是用雅各做例子，雅各是用渴慕长子，好，用各样的方法，用尽人的努力，好，来换得或是取得或是骗得或是夺得，好，但总之呢，他就成为上帝所允许的长子啊，好，所以我们要渴慕这个长子。那在23代的约瑟和犹大双重长子，好，约瑟呢，好，在血统上是长子，好，因为呢，父亲雅各的确好，就是按立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为长孙哦，把这长子的继承就传到约瑟的后代去了。好，所以在北国的这个传统当中，好，他们是这样按照血统上他们是正统，可是呢，犹大呢，好，老四，好，其实犹大是老四，好，他是在应许上的长子，好，因为这也是雅各在应许当中，犹大是个狮子，少壮的狮子哦，好，所以他成为应许上的长子。那耶稣基督他是哪一个长子呢？耶稣基督不是约瑟支派，是犹大支派，所以是在应许当中的长子，也是所谓的北国和南国的差异。好，所以北国有11个半支派，南国是1个半支派，南国是犹大、便雅悯和西缅，好，这3个支派结合起来。好，但是在这样的结合当中，他们都是建立在应许之上。好，那我们从马太福音第1章的族谱来对照历代志，就可以把历代志没有讲完的故事继续往后来讲。20代的亚伯拉罕之后，一直传到大卫是第33代，而大卫之后到他的这个西底家，南国的犹大西底，大卫是犹大支派，所以上帝是按照应许把这个长子名分传给了大卫，并不是按照以法莲和马拿西传在这个以法莲支派啊。而到了这个第49代，所罗巴伯是被掳归回的犹大省长，那其实他如果没有被掳的话，他也是一个皇室的血统，好，但是他成为犹大的省长，已经是到第49个支派，第49代就从亚当算下来第49代。好，如果我们一直算，因为马太福音它就是要把这个族谱从亚当是推到亚伯拉罕，推到大卫，推到所罗巴伯，推到耶稣，算下来耶稣是第几代呢？耶稣是刚好第60代。但是我们一直说这60代每一个都一定有长子，都有儿子。好，如果这当中60个名字当中都没有任何的女性，而且都是儿子，好，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耶稣之后有没有儿子？
耶稣之后连结婚或是女儿好生儿育女好的这个记录都没有，没有办法证实耶稣有结婚，耶稣有孩子。好，所以耶稣他之后呢，就是从这个耶稣的应许变成信心。好，所以我们是透过信心和耶稣同作长子哦。所以这个60代其实到耶稣之后就没了。好，圣经当中你也找不到，不管既然犹太人好，他们有什么样的家族树族谱，好，其实那都不是再也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样跟耶稣来连结哦。只要我们连接到耶稣，我们就可以连接到所罗巴伯，就可以连接到大卫，就可以连接到亚伯拉罕。好，所以我们只要能够跟耶稣来连接，我们就可以连接到亚当啊，就是上帝的儿子。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今天这么长的经文，好，要从第2章的2节要到4章的23节哦。好，那我们只能够大略来介绍。昨天我们看到了1到9章的讲家谱，好，那特别1到5章是在讲家谱显示大卫是神对列王衡量的标准，所以我们只要记得这个重点。那今天的2章3，昨天的1章到2章是讲到亚当到以色列家谱，就是雅各。那我们中间有看到几个插曲，包括挪亚的后代怎么跑到闪的身上，然后这个亚伯兰的后代怎么跑到以撒的身上，不是以实玛利。好，然后亚伯兰他怎么取代了长子的祝福，好，得到长子的名分，好，等等的，我们终于接到了雅各。今天要从2章3节好，然后来到55节呢，好，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38章，好，可以看到就是从犹大到希斯伦，好，那希斯伦之后的兰的后裔，然后希斯伦要跟迦勒的后裔，那还有就是耶拉灭的后裔，还有迦勒的其他后裔啊。好，那这些的后裔呢，好，在圣经当中，好，除了创世纪38章之外呢，其他的我们都找不到其他的历史，所以是唯一可以在历代志上看到的，所以资料非常的少，而且怎么解释都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但是第3章之后，好，进入大卫的家谱，好，那3章的1到9节讲的是大卫的儿子们，3章的10到16节讲的是所罗门到约西亚王，好，这个就是在列王记都已经有了。好，历代志又再重述一次。好，3章17到24节是讲的是犹大被掳之后的家谱。好，然后第4章呢也是一个插曲，也是在圣经其他地方完全没有独一无二。好，那特别我们印象很深，就讲到亚比斯啊，出现在第4章的第9节的地方。好，那这是也是犹大支派的家谱啊。好，所以1到5章这些家谱当中，他是要导到犹大支派，就是为了要导到大卫。导到大卫的时候，他要再介绍，好，在大卫跟其他的犹大支派当中，好的做一个对照和比较。好，所以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我们先从第2章的第3节啊，请苏清长继续带领我们来读2章的3节，来读到8节。第3节，犹大共有5个儿子，他的妻子迦南人巴书亚为他生了3个儿子，俄南、示拉。长子尔的行为非常邪恶，上主就将他击杀了。犹大的媳妇塔玛给他生了2个儿子，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有2个儿子，希斯伦和哈姆勒。他的弟弟谢拉有5个儿子，辛利、以探、希麦、甲各、大拉。谢拉的一个后代加米的儿子亚干，因私藏该献给上帝的战利品，给以色列人带来了灾祸。以探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撒利亚。以上。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到了亚当的第24代的故事啊。昨天讲到雅各的12个儿子，那雅各他本身就是第22代，那22代之后来到23代，好，那他要证明犹大怎么取得23代，而不是在约瑟的身上，所以他要发展这个的族谱。好，所以23代是犹大，好，在这里出现犹大。那到了法勒斯呢，好，是24代。这法勒斯和谢拉的故事呢，就是这本来应该是犹大的孙子啊，因为是媳妇帮他生，但是因为是犹大的种，所以变成犹大的儿子。好，所以犹大的孙子直接往前跳一代。好，那现在后面又来到了那个希斯伦，好，所以他也花了一段时间好来介绍希斯伦，好是谁呢？好，我们来读第9节到第17节哦。大卫王的家谱，希斯伦有3个儿子，耶拉灭、兰、迦勒。从兰到耶西的家谱如下：兰、亚比拿达、拿顺，犹大支族中的一个杰出人物；沙门、波阿斯、俄贝德、耶西。
耶西有7个儿子，按长幼次序是以利亚、亚比拿达、示米亚、拿坦叶、拉旦、阿仙、大卫。耶西有2个女儿，喜路亚和艾比该。耶西的女儿喜路亚有3个儿子，亚比筛、约押、亚沙黑。耶西另外1个女儿艾比该嫁给以实玛利人以帖，生了1个儿子，名叫亚玛撒。以上。好，谢谢。那所以从第9节到第17节呢，我们会看到亚当的第25代、26代、27代、28代、29代，甚至看到大卫出现了。好，在这里大卫，那在这里讲到大卫是老七啊，老七，7个儿子，好，他有排序。可是我们如果对照撒母耳记上的17章，好，那耶西有8个儿子，好，那怎么中间少了1个，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好，但是呢，他先把第34代大卫给介绍出来。大卫是在犹大的后裔，好，所以历代志呢，他就是在证明说上帝的传承，好，如何一路传到大卫。但是呢，他接下来还是要回去讲到希斯伦，因为希斯伦大卫是34代，希斯伦是25代，所以这10代当中，希斯伦的后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那这是在圣经当中唯一有记载的，好，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去佐证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第24代第25代希斯伦的后裔，我们从18节再请读到24节。希斯伦的后代，希斯伦的儿子迦勒娶阿苏巴，生了1个女儿，名叫耶略。他有3个儿子，耶色、朔巴、亚敦。阿苏巴死后，迦勒又娶了以法他，生了1个儿子叫户尔。户尔的儿子是乌利，孙子是比沙列。希斯伦60岁的时候，娶了基列之父马吉的女儿。他们有1个儿子，名叫西哥。西哥有1个儿子，叫雅尔。雅尔在基列境内曾经统治过23座城，但后来基述和亚兰国征服了那里的60个城镇，包括雅尔和基纳的村庄以及附近的城镇。所有住在那地区的人都是基列之父马吉的后代。希斯伦死后，他的儿子迦勒娶了父亲的寡妾，他们生了1个儿子叫雅斯户。雅斯户开创了提哥亚城。以上。好，那这里在介绍希斯伦，他也很会生哦。但是一开始就讲到第9节，希斯伦3个儿子耶拉灭、兰、迦勒。好，这3个儿子当中都按照排序，耶拉灭要继承哦。但是呢，大卫的族谱不是跟着耶拉灭，是跟着中间的兰。好，所以发生什么事情呢？好，就来看一下25节。好，到第41节，好，本来这个大哥应该要继承的，但是他没有继承，是他的二哥兰继承哦。好，但是这里会出现一个兰，好，这个等一下读的时候，这个兰呢又跟上面的这个兰呢是不同的兰，好，所以因为名字取一样，好，所以非常的困难哦。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好，来读耶拉灭这个大哥应该要继承第26代的，但是不是他继承的。好，我们来看耶拉灭的后代25到41，好，再请苏清长来读。耶拉灭的后代，希斯伦的长子耶拉灭有5个儿子，兰长子布拿、阿莲、阿仙、亚西亚。兰有3个儿子，马斯、亚敏、以杰。耶拉灭的另一个妻子叫亚他拉，生了1个儿子叫阿南。阿南有2个儿子，沙买和亚大。沙买也有2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树。亚比树娶亚比孩，生了2个儿子，亚半和摩利。亚比树的哥哥拿达有2个儿子，希列和亚便。希列死后没有儿子。亚便生以士，以士生示山，示山生亚来。沙买的弟弟亚大有2个儿子，以帖和约拿单。以帖死后没有儿子。约拿单有2个儿子，比勒和沙撒。以上都是耶拉灭的后代。示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有1个埃及仆人，名叫耶哈。示山把1个女儿嫁给他，他们生了1个儿子叫亚太。从亚太到以利沙玛的家谱如下：亚太、拿单、沙拔、以弗拉、俄贝德、耶户、亚撒利亚、希利斯、以利亚撒、希斯买、沙龙、耶加米亚、以利沙玛。以上。
好，那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好，这本来应该继承的呢，好，但是他们都有结婚生子，好，但是这里的重点就是出现在，好，他们都是长子，好，然后我们看到好几个地方，好，有3个长子出现，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儿子，死后没有儿子，好，义帖死后没有儿子，希列死后没有儿子，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示珊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所以。这几个没有儿子的传承呢，可能导致了耶拉灭，他没有继续的传递好这个亚当的传承，好，那也没有传给女儿，好，就传给儿子，好，所以也是后来为什么兰继承了希斯伦，好，成为第26代啊，好，但是呢，这段故事后面呢，其实希斯伦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迦勒，因为我们刚才18节有提到。希斯伦的儿子迦勒，但是前面没有提到迦勒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儿子迦勒从哪边冒出来的，没有办法证实。但是这不是约书亚迦勒，因为年代差太多，是希斯伦另外一个儿子，所以他也把希斯伦迦勒的后代也列出来了。所以我们再请苏清长从42节，这是42节读到55节，5到50节，42到50节。迦勒其他的后代，迦勒耶拉灭的弟弟的长子名叫米沙，米沙生西弗，西弗生玛利沙，玛利沙生希伯伦，希伯伦有4个儿子，可拉、他普雅、利肯、示玛。示玛是拉罕的父亲，约干的祖父。示玛的哥哥利肯生沙买，沙买生马云，马云是伯数之父。迦勒有一个妾名叫以法，为他生了3个儿子，哈兰、摩沙、迦谢。哈兰有一个儿子叫迦谢，有一个人名叫亚代，他有6个儿子，利剑、约坦、基珊、比利、以法、沙雅弗。迦勒另一个妾玛迦，为他生了2个儿子，示别和特哈拿。后来他又生了2个儿子，沙雅弗和示法。沙雅弗开创了麦马拿城，示法开创了摩比拿和基比亚城。除此以外，迦勒有一个女儿叫亚莎。迦勒另有一些后代记在下面。户尔是迦勒和他妻子以法他的长子，户尔的长子朔巴开创了基列耶林。以上。那基列耶林也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好，那在这里呢，就是提到了这个希斯伦呢，他的不晓得在哪边出来的这个儿子呢，他本来应该也可以继承，但是呢，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很用心哦，把这个第25代的希斯伦的第4个儿子迦勒呢，也介绍出来，甚至让我们看到了基列耶林是怎么来的，因为这在圣经当中很重要。还有在大卫的年代，还有就是希伯伦，希伯伦也是大卫他的这个当王的地方哦。这个都是在大卫之前，所以在大卫之前有基列耶林，在大卫之前有希伯伦，那这些就是历代志的作者他要来交代的，都是来自于这个希斯伦他的后代。好，那么再接着呢，再从51节来读到55节。51节，次子萨玛开创了伯利恒，三子哈勒开创了伯加德。基列耶林的开创人朔巴生哈罗以，哈罗以是米努哈地区半数居民的祖先，也是住在基列耶林的各宗族，以铁人、布特人、舒马人、密来人的祖先。索拉和以实陶城的居民都是这些宗族的人。伯利恒的开创人萨玛是尼陀法人和亚他律伯约押人的祖先，也是在马拿哈的所利族人的祖先。特拉族人、示米亚族人和苏甲族人是专门抄写文件的文书世家，住在亚比斯城。他们是基尼人和利甲人通婚的后代。以上。好，那所以这一段呢，又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伯利恒的开创人哦。好，那也是从这个希斯伦的迦勒的后代希斯伦后代迦勒的后代有这个伯利恒，那然后还提到了亚比斯所以到第4章会出现亚比斯。如果这个亚比斯人呢，跟第4章亚比斯有连带关系的话，那么就先记住，他们就是专门在抄写文件的文书世家。
好，那但是他们是基尼人和利甲人通婚的后代，他们不是正统的犹大支派哦，他们是通婚进来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4章对不起，第3章第3章就是他要交代重点虽然是重点，但是他这边只是简介而已那我们先从第3章的1节读到9节。大卫王的儿女，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按长幼次序名字如下：暗嫩，母亲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但以利，母亲是加密人艾比该；亚沙龙，母亲是玛迦，基述王达买的女儿；亚多尼亚，母亲是哈吉；示法提亚，母亲是亚比他；以特念，母亲是以格拉。以上6个儿子都是大卫在希伯伦作王的7年半期间生的。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他有许多儿子都在这期间生于耶路撒冷。他的妻子拔示巴是亚米利的女儿，为他生了4个儿子：示米亚、朔巴、拿单、所罗门。他另有9个儿子：义辖、以利书亚、以法列、挪迦、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除了这些儿子以外，大卫还有从妃嫔所生的儿子，他有一个女儿名叫塔玛。以上。好，那大卫有19个儿子6个是在希伯伦我们刚刚看到希伯伦怎么来的。好，那这个城就是从米迦勒的后代开始6个在希伯伦当7年半王期间生的，然后有4个呢是跟这个拔示巴生的。好，那这个就是乌赫人乌利亚的老婆那但是他提到这个拔示巴的父亲是亚米利。好，那这个也不重要。好，然后另外9个儿子，那所罗门在这当中，如果这样排序的话，所罗门会排在第10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大卫是亚当下来的第34代，所罗门是第35代。大卫这34代19个儿子当中，所罗门怎么出现成为大卫的继承人非常困难因为前面老大、老二、老三暗嫩最有资格，可是他睡了他父亲的妾，然后这个押沙龙第3顺位也是很英俊潇洒，头发又厚又重又帅但是叛变那最后呢落到了所罗门是跟这个拔示巴就是在不正常的婚姻当中，后来变成正常的婚姻当中所生的所以这里面包括大卫死掉的儿子也在这里面好，那这也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讲完的重点所以我们他要做交代。好，那后面呢他继续把后面大卫后代要继续介绍下去，所以再请苏金长老带我们从第10节读到第16节。所罗门王的后代，所罗门王的后代按父系传下的家谱如下：所罗门、罗波安、亚比亚、亚沙、约沙法、约兰、亚哈谢、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希西家、马拿西、亚门、约西亚。约西亚有4个儿子：约哈南、约雅敬、西底家、沙龙。约雅敬有2个儿子，约雅金和西底家。以上。这个约雅金就是和本翻成耶哥尼亚，所以他2个名字这里讲到从所罗门是第34代，那来到了最后面的这个约雅金就是耶哥尼亚，他是第47代，所以从34代到47代这14代的当中也有这样的记录，但是你会发现有几个人是不被算进去，不被马太福音算进去的首先就是15节这个约哈南他没有被算进去，约雅金也没有被算进去，约西底家也没有被算进去，沙龙没有被算进去，反而是约雅敬的后代被算进去就是西底的这个约雅金连西底家也没有被在马太福音的族谱里面被计算所以如果耶稣按照马太福音来算是第60代，刚好第60代，亚当的第60代所以这当中马太福音有他很独特的见解，但是因为在历代志还没有到那个时期，但是他也很负责的把这些历史先交代我们后面还会再看我们接着再继续看17节到24就是灭国之后，被掳灭国之后，约雅金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后代，17到24节。约雅金王的后代，以下是被巴比伦人掳去的约雅金王的后代：
约雅斤有7个儿子：沙拉铁、马基兰、比大雅、示拿撒、耶加密、和沙马、尼大比雅。比大雅有2个儿子：所罗巴伯和示美。所罗巴伯有2个儿子：米舒兰和哈拿尼亚，并有1个女儿示罗密。他另外又有5个儿子：哈苏巴、阿黑、比利加、哈沙底、干沙、西西。哈拿尼亚有2个儿子：比拉提和耶塞亚。耶塞亚生利法亚，利法亚生亚尔南，亚尔南生俄巴底亚，俄巴底亚生示迦尼。示迦尼有1个儿子示玛雅，有5个孙子：哈图、以甲、巴利亚、尼利亚、沙法。尼利亚有3个儿子：以利约乃、西西加、亚斯利干。以利约乃有7个儿子：何大雅、以利亚实、比莱亚、阿古、约哈南、蒂莱亚、阿拿尼。以上。谢谢。好，那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如果圣经有，它后面都没有，所以这也是圣经唯一好出现的地方，所以很难对照。有一些什么西西家，我们都不要搞错。但是确定的就是这个萨拉铁，好，萨拉铁它有传承到是第48代，而萨拉铁呢传给49代是谁呢？就是这个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被掳归回之后的第一个省长。好，所以在被掳70年当中，经过了萨拉铁，约雅斤开始被掳。那约雅斤去了巴比伦，萨拉铁去了巴比伦，所罗巴伯在巴比伦出生，但他从那时候已经变成波斯了，从巴比伦帝国变成波斯帝国，他回来了。好，所以重点就是要交代这些人，那也不是很重要。好，我们再看第4章。好，第4章再请从第1节，我们只读到第10节，好，读到亚比斯，好，1到10节。犹大的后代。犹大的后代包括法勒斯、希斯伦、加米、户尔和朔巴。朔巴生利雅雅，利雅雅生雅哈，雅哈生雅户买和拉哈。他们是索拉居民的祖先。户尔是加勒和以法他所生的长子。他的后代以坦、比努伊勒、以谢尔开创了伯利恒城。以坦有3个儿子：耶斯列、伊山玛、伊德巴，并有1个女儿哈希勒。波尼。比努伊勒开创了基多城，以谢尔开创了护沙城。提戈雅城的开创人雅斯户有2个妻子，希拉和拿拉。拿拉为他生了4个儿子：雅护沙、西弗、提比尼、哈辖斯他利。希拉为他生了3个儿子：喜列、索辖、伊提南。哥斯是亚诺和索比巴的父亲，是哈伦的儿子亚哈黑宗族的祖先。有1个人名叫亚比斯，是他家最受尊重的人。他母亲给他起名亚比斯，因为生他的时候非常痛苦。亚比斯祈求以色列的上帝说：上帝啊，求你赐福给我，给我许多土地，求你与我同在，保守我脱离一切灾害。上帝就照他所求的赐给他。以上。好，那第4章呢，他又再回去到犹大第23代。我们刚才讲到所罗巴伯是49代，他突然倒推回去到23代的犹大，就是这已经又是几百年的历史。好，然后又从23代的犹大、24代的法勒斯、25代的希斯伦讲下来。好，然后呢，后面他就是其他的这些人呢，都是在犹大支派当中，不是很大的家族，但是都有被记载，完整记载。好，那可能也是在巩固整个犹大支派的正统性。那么直接看这个亚比斯，刚才有讲到，在第2章55节讲到他说是个文士，而且他是跟外族通婚的地区。好，那他的名字就是痛苦，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曾痛苦。好，那所以他就跟上帝祈祷说，好，能够上帝能够垂听赐福给他，扩张他的境界，与他同在，救他脱一切灾害。好，然后上帝就垂听他所求。好，如果这个2章的亚比斯跟第4章亚比斯连接的起来的话，那这个亚比斯呢，应该是在大卫的年代之前就是比大卫早一些些。那也是在他们国家动荡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可能在扫罗或是在早一点的时候，撒母耳的年代当中所遭遇的。但是呢，他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祷告。那为什么历代志要特别提到这个人？因为历代志他们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一群人。好，所以他们记得他们没有国没有家当中的痛苦，所以亚比斯可能成为一个象征，成为一个记号。
但是在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个意义呢，没有办法很明确，因为没有明确的对照点哦。好，那么再看最后的2段哦，4章的11节，好，那就直接读到结束23节。其他家族的名单，苏哈的兄弟基律有一个儿子叫米黑，米黑生伊斯屯，伊斯屯有3个儿子，伯拉巴、巴西亚、提辛拿。提辛拿是拿辖城的开创人，这些人的后代都住在利家。基纳斯有2个儿子，俄陀涅和西莱亚，俄陀涅也有2个儿子，哈塔和比挪泰。比挪泰是俄弗拉的父亲，西莱亚生约押，约押是匠人谷的开创人，住在匠人谷的都是熟练的工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有3个儿子，以路、以拉、拿安。以拉生基纳斯。耶哈利勒有4个儿子，西弗、西法、提利、亚撒列。以斯拉有4个儿子，义帖、米列、以弗、亚伦。米列娶了埃及王的女儿比提亚，他们有一个女儿米利暗，2个儿子沙买和以巴。以巴建立了以实提摩城。米列娶了一个犹大支族的女子，他们生了3个儿子，就是开创基多城的雅列，开创梭哥城的西百，和开创沙挪亚城的耶古帖。和蒂亚娶了拿罕的妹妹，他们的后代是住在基伊拉城的加米宗族，和住在以实提摩城的马加宗族的祖先。士门有4个儿子，暗嫩、林拿、便、哈拿、提伦。以斯有2个儿子，梭黑和便梭黑。示拉的后代，犹大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名叫示拉。示拉的后代包括开创利加城的尔，开创玛丽莎城的拉大，住在伯雅什比城。芝麻沙的宗族，以及约境、哥西巴城的居民。约阿斯和那许摩亚女子住在伯利恒的萨拉。这些都是很古的记录，他们是替王服务的窑匠，住在尼他印和基底拉以上。我们终于读完今天的经文了。好，那我也没有时间再解释。好，那我就提一个重点。好，这个迦勒呢，就是约书亚迦勒的那个迦勒啊，跟前面那个迦勒希斯伦的儿子迦勒是不同的迦勒，这个才是我们所认识的迦勒。前面今天现在这一段，那这个迦勒呢，他为什么列成犹大的后代呢？好，因为这个需要回去找民数记13章，还有约书亚记的第14章。你可以对照呢，这个迦勒其实并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基尼喜族啊，就是迦南地的当地人啊。所以迦勒的父亲叫耶弗尼，好，那所以这里有第15节的地方很清楚的看到，去到哪里了？迦勒在哪？15节，耶弗尼的儿子迦勒，所以是没有错，就是同一个迦勒。好，那基尼喜族是本来迦勒应该是属于迦南人，但是因为约书亚进迦南地，所以他的这个迦勒很有信心的就进入了这个认主归宗了，好，那就成为犹大支派。好，那同时呢，这里还讲到迦勒的后代还娶法老的女儿啊，在第几节？娶了法老的埃及王的女儿，好为妻，好，所以跟埃及人通婚。好，那所以呢，看到这些都是犹大支族当中好的一些提到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是被记载。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好，其实就是已经来到点出了大卫，也甚至点到了第49代的所罗巴伯。但是他后面还会再讲到雅各的其他的儿子的支派的情形，好，会把整个家谱做一个很完整的记录。好，那我们在这当中看到，就是一开始牧师所提起的，生儿子似乎很重要，但是生儿子的目的不是为了生儿子，而是要把这个信心、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不是用靠生儿子来传福音，好，如果生儿子就可以传福音，好，那我们就尽量的生，好，而是要有属灵的果子，好，是要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实啊，要把福音传给人。好，盼望从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好，有一些的提示提醒，我们可以回去做记录、做功课，好，然后可以去看看为什么这些属灵传承很重要。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父神，让我们能够透过历代志，很快的来回顾从亚当第1代一直来到所罗巴伯第49代，这当中如何传承到耶稣基督第60代，也让我们能够思想每一代的传承，并不是为了生儿子，或是为了当老大，或是为了当长子，
而是为了要支取信心，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要像亚伯，要像以诺，要像像挪亚一样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多复杂的名字当中，能够看出上帝你的心意，也能够读出圣灵你所要给我们的感动和亮光，更能够帮助我们读完圣经之后，能够行出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旨意来行，能够继续的来在福音上面以信心来紧紧抓住耶稣，也能够传福音来结出更多属灵敬虔的后裔。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